各位乡亲，稳坐徛伫年单边，一双手稳稳伸向木天，无催促，无责备，只有等待。木天看到稳坐，伊知影，若要离开年单，就要伸出家己的双手。伊慢慢伸出手，抓掉稳坐。稳坐用力一扭，一步两步，木天总算踏到坚固的地面，目屎一直流。木天回头看年段，伊心内明白。若无稳坐，永远出袂来。得救是靠着稳定。木天微微啊笑，讲：我只是救你一摆，真正引带你的是主。木天紧紧记伫心内。木天整理伊家己的衫裤，重新徛稳，重担悠悬摆伫顶面，心内却充满毋茫。各位乡亲，稳定已经伸出手，人嘛爱愿意伸出手接受。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